看到有个人真喙焦，一个走入去超商买饮料，也未结束，就随开凉的大喙啉落去。超商店员若是无讲啥，安尼就无代志；若是互店员当，佮含人意恶残，安尼代志就歹收煞。都一个上名仔班的超商店员拄到这款的情形，阵啊甲画面，也佮规个过程铺上人面册社团，请网友来回看卖。律师嘛讲，随望这款的情形，无去犯到恰到罪，也是希望消费者会当将心比心。穿白衫的查某人手提一罐饮料，伫咧纳钱进前，竟然大喙一直啉。店员看到，随就来阻止。这个查甫人完全无要认错，佫真有理，刷落来大声亮，佫挤来挤去。其他的人客嘛是拢看甲眼气，民众认为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实在是无妥当。当下可能那个人情绪可能，反应可能也是有点过头了，但是就是可能互相体谅一下。付了钱以后，那个东西才是属于你的。有民众把这段过程铺伫咧面册顶悬，进前一日北部一间超商，店员伫大夜班拄到人客也未结束，就直接开饮料来咧啉。当下有来提醒人客，想袂到互对方来骂，甚至差一点动手。敢讲这无算是偷？其实这个男子呢，他已经把饮料呢拿到了柜台，其实他看起来就是想要去结账，他并没有想要意图不法所有，他也没有等到这个店员到的时候呢，他就等不及的把它喝掉了。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，其实他并不是属于所谓的窃盗罪。律师表示，这个查甫人的行为袂当讲是偷。不过实际来问超商的店员，人家无合理的要求，唔拿这一件。项目都是有跟你做过确认，可是确认过后泡给你，你是不满意，说不对的，下也是要再泡一个新的给他。自己复印好了，可是印不出来自己想满意的那个样子，就是不买单。敢若因为贪着家己的方便，认为理所当然，但是看伫咧店员的眼内，煞是真无奈。敢若希望会当将心比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